近日，香港娛樂圈爆出一單震撼猛料，古天樂同宣萱呢對峙咗24年，傳咗唔知幾多次緋聞嘅老朋友，終於修成正果，悄悄地拉埋天窗。消息一傳出，全港即刻嘩然，唔少粉絲留言話唔敢信，以為係假新聞，但又忍唔住興奮同感動，畢竟陪伴咗咁耐，終於走到一齊。其實早喺幾個月前，已經有香港傳媒偷偷爆料話古天樂同宣萱準備舉行一場低調婚禮，當時大家都當耳邊風，覺得佢哋兩個都咁識大體咁熟，傳幾句又唔出奇。但慢慢地，越嚟越多蛛絲馬跡浮上水面，有人話驗過宣萱帶住疑似婚戒，有人話古仔近排工作排得特別重，甚至有傳婚禮會喺某個偏遠私人莊園搞，只邀請至親密友。真正到咗婚禮當日，一切都靜雞雞進行，連傳媒都撲個空。直到有目擊者爆料，先知現場簡直猶如童話世界，原來鮮花成堆，燈光璀璨，好似走入咗夢境。古天樂一身剪裁得體嘅黑色西裝，依然咁型；宣萱就着住準白婚紗，仙氣逼人，兩個手牽手緩緩出場，全場親友都忍唔住起身拍掌，掌聲響到震天。空氣中充滿咗幸福味道。不過有甜就自然有人酸，有網民質疑點解成件事咁低調，連半張官方相都冇，佢唔佢其實係假結婚？有人甚至陰謀論話其實係為咗炒作兩人合演嘅新戲，先搞呢單婚禮營銷。呢啲講法一出，馬上引起熱議，搞到成件事添多幾分神秘味。就喺輿論四起之際，一位自稱係兩人圈中老友嘅人跳出嚟爆料，話其實呢場婚禮係一段治咗20幾年嘅真愛故事。佢話古天樂同宣萱相識多年，感情一直唔簡單，但因為種種原因都未能真正走埋一齊。直到近幾年，兩人都慢慢意識到歲月唔等人，開始渴望有個完整家庭。佢哋試咗幾次人工受孕，都唔成功，最後決定挑戰第3代試管技術。力準波折終於成功，而家宣萱個肚已經大到瞞唔住，古天樂亦都寸步不離，全程照顧。呢番說話一出，唔少網友都心軟晒，留言話如果真係咁就真係要恭喜，古仔終於有歸屬感。但亦有聲音質疑試管技術咁複雜，係咪真係有必要？仲有人話佢唔佢其實背後仲有啲未講出嘅原因。婚禮當日，有人見到古天樂喺台上望住宣萱講：等咗咁耐，終於可以叫你做老婆。宣萱聽完笑到眼泛淚光，場面感動到唔少人眼濕濕。雖然冇公開直播，冇大肆張揚，但喺知情人眼中，呢場婚禮就係兩個人最真實、最溫柔嘅決定。喺嗰日浪漫到好似電影畫面咁嘅婚禮現場，每一個人都被兩位主角深情嘅告白感動到眼濕濕。古天樂握住宣萱隻手，一字一句話得真摯動人。佢話自己從來冇諗過佢喺50幾歲結婚，但遇到宣萱之後，所有等待，所有猶豫，都變得值得。佢望住宣萱話：你係我今世最重要嘅人，我會用一生去守護你。賓客回憶起當時個畫面，都仲會起雞皮疙瘩，而宣萱當場忍唔住落淚，話自己從來都冇諗過佢真係行到呢一步。同一個陪伴咗咁多年嘅人，終於修成正果。佢話命運安排我哋相識、相知、相愛，我真係好感謝你一直以來嘅支持同陪伴，亦都好多謝今日嚟到現場驗證我哋幸福嘅每一位親朋好友。不過喺浪漫氣氛背後，其實現場有啲細節引發咗唔少揣測。有賓客留意到古天樂成程都參住宣萱，好似特別細心、特別小心翼翼。啲人開始諗，係咪真係如之前所傳，宣萱已經懷孕？仲有講到佢哋之前嘗試咗3代試管嬰人技術，最終成功。依家宣萱個肚已經大得瞞唔住，所以古天樂點都要喺身邊照顧住。除咗懷孕傳聞之外，另一樣惹人注目嘅就係婚禮完全無彩禮。據知情人士透露，古天樂同宣萱對彼此感情夠堅定，所以決定以零彩禮方式完成婚禮，兩個人唔需要用金錢去證明咩，真愛已經足夠。喺娛樂圈咁物欲橫流嘅環境下，呢種選擇可算係小燕。
不過有人讚賞，就自然有人懷疑。有人就講，寧采禮攰唔攰係為咗製造話題？攰唔攰又係為咗新戲炒作？畢竟過去娛樂圈真係咩奇怪營銷都試過。但古天樂同宣萱無正面回應啲傳聞，只係由身邊圈中好友私下透露，其實佢哋一早就有共識，愛情磨價，婚姻唔應該由金錢衡量，選擇寧采禮係佢哋對彼此最純粹、最尊重嘅承諾。而今次呢場婚禮之所以咁多人關注，唔單止係因為佢哋兩個夠紅，更因為佢哋之間識咗24年嗰段情深意重。從餐餐有餸加、亞歲早晨、寵物情緣、刑事偵緝檔案4到尋秦記，兩人合作過咁多經典劇集，喺觀眾心目中早就係熒幕情侶代表。個個觀眾睇住佢哋由劇中到現實，感情線跨越咗成代人。其實早年都唔少人講，佢哋之間有種說唔出嘅曖昧，但可能正因為太熟、太了解，反而一直跨唔到嗰一步。直到年紀漸長，彼此都經歷咗風浪，先發現最重要嗰個人原來一直喺身邊。當日喺婚禮儀式上，古天樂望住宣萱講：從第一次見你開始，我已經認定你係我一世人嘅另一半。佢話過去經歷咁多風雨，反而令佢更加珍惜眼前人。而宣萱就哽咽回應：50歲先着婚紗，我以前真係冇諗過，但遇到你之後，我明白等待原來係有意義。你俾咗我從來未試過咁強烈嘅安全感同幸福。佢哋呢段20幾年來一直未有公開，但一直存在嘅情誼，喺婚禮上終於浮出水面。呢場婚禮唔只係兩個人嘅人生轉捩點，更係成個娛樂圈一段動人愛情故事嘅圓滿落幕，或者真正嘅開始。婚禮現場掌聲未停，兩人緊緊相擁良久，場面動人至極。但未幾，一則突如其來的爆料再次掀起軒然大波。有位自稱係古天樂同宣萱試管嬰人主診醫生嘅知情人士，私下透露咗一啲令人意想不到嘅內幕。佢話其實整段試管過程，遠比外界想象中更為艱難。佢哋經歷咗唔止一次失敗，一度摧喪到想放棄，一度對未來失去信心。好在醫生不斷鼓勵，加上兩人互相扶持，最終先至堅持落嚟，行到今日。知情人仲講，兩人之所以選擇第3代試管技術，唔單止因為年紀，而係想為將來嘅小朋友創造一個最健康、最聰明嘅起點。呢番說法引發咗好大反響，有人欽佩佢哋為了夢想咬緊牙關，有人則質疑佢哋對寶寶期望係咪高得過咗頭。與此同時，寧采禮呢個話題亦持續發酵。婚禮被傳全程無涉及金錢交換，唔收唔送，完全出於兩人自願走入婚姻。有啲網友睇法好正面，話兩人夠堅定，愛情唔靠物質，但亦有人質疑，咁樣高調講寧采禮，攰唔攰根本就係一種包裝，一種宣傳手段。尤其係喺娛樂圈呢個咁講流量嘅圈子入面，乜嘢都可能變成一場精心策劃嘅操作。甚至有經濟學家都出聲，話以古天樂同宣萱嘅身家，絕對可以辦到一場盛大豪華婚禮。點解偏偏選擇咁低調？佢分析可能有3種可能性：其一，兩人真係唔重物質，只想低調幸福；其二，想傳達正面價值觀，影響公眾對愛情嘅認知；其三，就係為咗宣傳即將上映嘅作品。唔論邊個版本，大家都傾向於從各種角度去取7個鐘真相。喺種種質疑聲中，古天樂同宣萱嘅經紀人終於打破沉默，出面回應一切。經紀人確認婚禮確實舉行過，並非炒作，但關於試管嬰人同彩禮問題，則以私人事務為由，選擇唔公開回應。佢話古天樂同宣萱多年情誼深厚，呢個時候裂婚，係因為佢哋都認為已經足夠成熟，想一齊面對人生下一階段，唔係咩宣傳安排，亦唔存在刻意包裝。不過，就算有官方澄清，外界輿論仍未完全平息。娛樂圈就係咁，一句闢謠，反而可能引發更多疑問。喺咁多雙眼睛注視之下，真真假假永遠模糊不清。尤其係對一對識咗20幾年的神仙眷侶嚟講，佢哋嘅每一個動作、
每一句說話都難逃公眾放大鏡。有網民話，如果呢場婚禮真係出於真愛，咁就應該祝福，但如果係帶住目的嚟吸引眼球，就等於傷害粉絲感情。但真愛同炒作之間嘅界線其實一向都模糊。對藝人嚟講，感情唔單止係私人事，仲會牽涉形象、品牌，甚至事業走勢，而一個決定可能就會將佢哋推向輿論浪尖。古天樂同宣萱呢對走咗24年，曾經幾乎被人遺忘嘅銀幕情侶，終於喺現實中走埋一齊。但呢場婚禮帶嚟嘅唔只係祝福，同樣都係質疑、猜測，同一個又一個關於真與假之間嘅命題。點樣喺真愛同炒作之間揾到平衡，係娛樂圈裏面一個令人深思嘅課題。對於古天樂同宣萱嚟講，佢哋經歷咗24年風風雨雨，從好友到伴侶，呢段感情本身已經唔簡單，亦唔應該被外界當作宣傳工具去消費。佢哋值得好好珍惜自己得來不易嘅幸福，而唔係將感情變成操作手段。呢個圈子複雜，每一個動作都有可能俾人解讀成別有用心，所以點樣保護好自己嘅私生活，唔俾外界取七不斷侵入，都係藝人要慢慢學識同責任嘅事。唔係所有人都可以喺鏡頭前講出心底說話，亦唔係所有真感情都願意俾人公開檢視。古天樂同宣萱選擇低調，選擇唔回應，可能就係一種最溫柔嘅自我保護。呢場婚禮由始至終都纏繞住各種傳聞，有人祝福，有人質疑，但現實係兩個人確實行到咗一齊。回頭睇，從刑事偵緝檔案到尋秦記，從銀幕情侶到現實牽手，24年時間驗證住兩個人嘅成長轉變，亦證明咗緣分如果真係捉於你，無論點兜兜轉轉，最終都走唔甩。古天樂話自己從未諗過會喺呢個年紀結婚，但遇到宣萱，一切都變得值得。宣萱話50歲披婚紗係從未幻想過嘅畫面，但因為佢先明白原來等待真係有意義。佢哋唔係最浪漫嗰種情侶，但係經歷過現實、時間考驗之後，仲可以揸緊對方隻手走落去，呢種感情比咩都難得。